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今次我哋會探討點樣修復 ASUS ZenBook 14 Duo UX8402V 嘅充電電路問題。首先，你需要準備一啲工具，包括螺絲批、焊接工具同埋萬用表。首先，關掉電腦，然後用螺絲批拆開機殼，記住小心唔好損壞到任何部件。一旦機殼拆開，你可以見到主板。檢查電源接口附近有冇燒焦或變色嘅痕跡，呢啲都可能係電路故障嘅跡象。如果有，咁就需要用萬用表檢查電路板上嘅連接點，確保冇短路。如果發現有問題，可以用焊接工具重新焊接電路。修復完電路後，建議你進行免費診斷檢查，確保所有部件正常運作。如果你唔熟悉焊接或者擔心自己做唔好，可以考慮我哋提供嘅上門取件服務。我哋會專業地為你檢查同埋維修，並且在維修前提供報價，讓你清楚維修費用。完成修復後，將機殼重新裝好，確保所有螺絲鎖緊。最後，開啟電腦測試充電功能，確保一切運作正常。如果一切順利，你就成功修復咗你嘅 ASUS ZenBook 14 Duo。如果仲有問題，